喂，兄弟，大家搞早平安，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107首，在早伫顺城。在早的顺城，高高大的山顶，几群人甲平定，看见主受着，求主耶稣跟我，求主耶稣跟我，因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你求主跟我，基督愿的福，耶稣的坟墓隔三日的早起，披上山开茫茫，主对是个天，求主耶稣跟我，求主耶稣跟我，因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你求主跟我，基督愿的福，主你极眼光各出现，互阮看，世就向我无畏，行遐拢是山，求主耶稣跟我，求主耶稣跟我，因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你求主跟我，基督愿的福，各我的精神地大胆，地大胆，大家言大这声，学了大称赞，求主耶稣跟我，求主耶稣跟我，因公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因你求主跟我，基督愿的福。咱昨对以西结书的第6章，看见上帝审判的预言，特别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来传讲对大山、正山来讲这个预言，就是因伫山顶所拜这个假神，上帝要毁灭。以及拜假神，才是上帝子民，上帝也要互因倒伫这个偶像的面前，做伙来毁灭。总是村的百姓，因搁一摆回想伫这段历史，因就知影真正的上帝，而且爱悔改，也搁一摆来宣告审判。上帝要来清起这个所在，将这个罪恶拢赶走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7章。第7章是续接第6章，继续讲到这个结局已经近啦。上帝报应的时要到啊！人所掠做会当保护因的，最后拢是空空，拢是无路用。咱就来读今日这段的圣经，以西结书第7章第1节到27节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这就是我至高的上主要对以色列人民宣布的话。
将局高立，以色列国属近的将局军立。以色列啊，你的将局高立，我要对你发大生气，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，要因为你所做通仰恶的事刑罚你。我无要怜悯你，无要同情你，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照你所做通仰恶的事刑罚你。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，看咧，灾难为一个接一个临到，你会将局军立，你会将局高立，看咧，你袂走闪直立。国内的住民，灾难临到啦，时到啦，日子必近啦。山顶的祭坛必有混乱，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真紧就要将我的大受气摒伫你身上，将我的受气拢摒互你。我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，要因为你所做通仰恶的事刑罚你。我无要怜悯你，无要同情你，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照你所做通仰恶的事刑罚你。安尼你就知，甲你刑罚的是我上主。第6章，上帝爱先知以西结对进山来讲预言。第7章，这个预言是对以色列全地来发的预言，其实会当甲看做是对全以色列的土地来发的预言。将局临到地的事件，这事件的意思就是4个十啊，不管是东西南北，还是前后左右，这个十互因插翅难飞。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受气临到，互因拢伫上帝受气的范围中间。这段互咱看见上帝的愤怒，甲上帝会通惊吓、通敬畏，甲上帝的可怕。总是上帝，伊毋是安尼要用可怕来对待人，是因为人得罪上帝。毋是只有伫这个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来看见上帝末日的迹象，也是听到上帝末日的信息。其实到伫新约，上帝嘛是甲咱讲万物的结局近啦，所以就要谨慎来自守，就要谨慎来祈祷。彼得前书第4章，耶稣的使徒彼得也甲咱提醒，咱就要谨慎。毋是只有迄当时的遮个狩猎犹太人爱谨慎，是咱现主时咱活伫即个世间的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也爱谨慎祈祷，因为知影耶稣基督要过来。第10节，看咧，迄日来啦，灾难已经到啦，骄傲已经布艺，拐仔已经开花。强暴兴起，变做刑罚歹人的官仔，因所有的拢要无去，财富尊贵拢要失去。时到啦，迄日近啦，买的人毋免欢喜，卖的人毋免伤心，因为上主的大受气要降落伫因众人身上，无一个卖主会当活到甲伊卖出去的买回来。因为上主关系这个人民的异象一定袂废止，无人会当伫家己的罪恶中保全性命。因分扫甲军器准备好势，毋久无人上战场交战，因为我的大生气要降落伫众人的身上。咱也看见上帝伊对遮的人民讲，不管因是安怎样背逆，因安怎样要来讨救兵，但是已经袂赴啊，因为遮个骄傲已经布艺，遮个拐仔已经开花。这个骄傲毋是只有讲到犹太人的骄傲，会当讲这个骄傲是巴比伦的骄傲，已经布艺
就是上帝已经兴起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，要来毁灭因。馆仔已经开花，互咱想起伫这个民数记17章，亚伦的馆，伊嘛开花，各结果子。总是上帝布局开花，上帝有缘，就是要来代表上帝的刑罚。上帝的刑罚来到的时阵，人所挖靠的，不管是因的财富尊贵，还是因所挖靠的这一切，拢袂当成做因的帮赞，甚至这个不管是得到的人、买的人，还是卖的人，得到的人，还是失去的人，拢要伫这个异象的中间，保人会当伫这个罪恶的中间保全家己的性命。只要人伫罪恶的中间，就算讲拼经济，这所谓经济的活动，拢有停止的一天。所以耶稣伫路加福音嘛讲一个譬如。不羁的管家到这个钱财无路因的时阵，会当带人进入到伫永远的性命，毋是我靠钱财，是爱我靠这个关系。有人会当救你，这个关系是因为信心来建立的。咱继续来看15节到22节，上主讲：城外有战争，城内有瘟疫、饥荒。伫田野的人拢要死伫刀下，城内的人拢要病死、饿死。因中间若有人逃脱，话伫山顶为家己的罪，亲像山谷中的粉鸟哀怨吐气。因逐个人的手拢无力，行甲骹酸手软。因要穿麻衫，规个人行行摇摇带，逐个人拢剃光头。见笑无面子，因要将金银ฮ็伫街路，亲像等粪扫共款。伫上主发大受气的日，金银无法度解救因，因为金银袂当满足因的欲望，袂当互巴肚食饱，颠倒互因跋倒犯罪。因捌夸口因水的珠宝，故因遐的珠宝。铸造通厌恶的偶像，所以上主要互因看家己的珠宝做污秽的物件。我要互外族人甲因抢夺，叫匪徒甲因抢劫。因要甲伊拍拉散。我要面越早毋插以色列，出在我神的所在受亵渎，互强盗入去亵渎。伫这段圣经，虽望上帝是大受气，但是咱嘛看到知影上帝心内心是破碎。昨伫第6章的第9节，上帝原来有讲出伊的心已经碎去，是因为这百姓伤伊的心，毋那只有伫山顶拜偶像，甚至伫上帝的厝，就是大卫所罗门为上帝所起的圣殿的内面，竟然来踩这偶像。竟然来拜这神明，竟然来求这外邦的鬼神，将上帝神的所在来亵渎，甚至来亵渎上帝的名。所以上帝又要用同款安尼来互因见笑，互因无救兵通救，亲像剃光头共款，亲像无面子共款，甚至因所挖靠的这金银财宝，最后这金银财宝变做是粪扫堆。摒伫路上无路因，毋知咱有法度去想象这个景象。金子如污秽之物，银子抛弃在街上。因为迄个时阵要食一块饼，食一块肉，因拢无机会。搁较侪金，搁较侪银，嘛袂当来换一顿饱足。只有上帝所想属的性命，才是上界重要。这金银其实到迄个时阵，人才发现讲，这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只有性命才是人生中间上界宝贵的。咱继续看23到最后27节，人着准备好势，因为逐所在拢有杀人流血的事。
逐乡镇充满公报，我要互上凶恶的民族来占因的厝，互列国亵渎因敬拜的所在，互强暴的人袂阁唱秋，灾祸到来，恁得求平安，毋久无平安，灾难了后阁有灾难，歹消息煞接歹消息，因找先知求异象，毋久无路因，这时无阁有教导，长老嘛袂当甲人民指导，国王上悲伤，忍受失望，人民惊甲皮皮喘。我要照因的行为办因，照因判断人的方法，甲因审判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伫即章出现3摆，伫第6章出现3摆。这因就知我是上主，互咱看见上帝是用教示的方式，互因本来无认捌上主，毋知影爱敬畏上帝。即马因知影艰苦啊，所以上帝爱先知，毋免讲什么，制造锁链，去准备好势。这链仔就是要将来剩的这人，一个一个用链仔带到外地去。若无死伫刀剑，无死伫瘟疫，无死伫饥荒的，就爱互链仔来带出去。不仅不管带到外地去，伫外地时，因才伫遐来悔改，才伫遐来知影家己是唱秋，家己是骄傲，家己已经亵渎上帝，已经互上帝生气，因才知影原来这才是上主，是耶和华。今日这段的圣经，我今的根据是第7章19节，因要将金银刻伫街路。亲像蛋粪扫共款，伫上主发大受气的日，金银无法度解救因，因为金银袂当满足因的欲望，袂当互腹肚食饱，颠倒互因跋倒犯罪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毋是倚靠势力，毋是倚靠金银，是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享受每一天上帝互咱丰盛的性命。今日这段圣经，互我的感受是，上帝的子民因为失去对上帝敬畏的心，直到渐渐离上帝愈来愈远，无认捌上帝，到落尾彻底来惹上帝大生气甲愤怒。等甲上帝出手要来教示甲管教时，因才因为上帝教示，才来认捌啊，伊就是上主，伊就是耶和华，乃会无较早认捌伊。愿上帝互咱无像以色列人、犹大人遮尔的愚妄，互咱当早早就悔改，早早就来认捌耶稣，互咱知影伊就是主，伊就是掌管咱性命一切的主。人若趁着全世界，却失去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人会当摕什么来换咱的性命呢？今仔日咱就爱来转向上主，互上帝成做全地的主宰。无检采人伫这个偶像金银遮个黑暗的权势中间，煞袂记得供应咱性命是上帝。袂记得享受咱的这个土气，享受咱性命的上帝，煞为着地上的金银、金钱、财宝，将这钱当作是创造咱的父母共款，安尼就是亵渎上帝。今日是9月12日，1947年的9月10日是9月12日是这个台湾建国的历史郑南榕的生日。总是伊是伫1989年的4月7日，来过身。这是咱伫台湾民主上一个真要紧的建国烈士。今日也是礼拜5，咱伫拜5最后一礼拜的工课到伫这个周末互咱不管伫今仔日是工作，还是要准备休困，咱是伫工作上甲家庭，还是咱到拜6礼拜。伫上帝面前的安息敬拜，互上帝求上帝，互咱拢有智慧，会当安排妥当。这礼拜中间，咱也要伫拜6甲礼拜中间来
来试咱的这个电子投票，咱期待会当伫这个月月底好会会当来使用这套电子投票的系统，所以咱会提早2礼拜来介绍甲操作，也完上帝带领，这个系统会当真顺序来运作。今日咱要祈祷的是，毋通掠做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袂过来。毋通诚做愚妄的事，才会女婢无来准备教耶的油，等甲新郎来顺，才会灯火拢已经火去啊！咱就要祈祷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当谨守来家己站节，谨慎来祈祷，知影万美的结局到啊！因为耶稣讲，吞忍到落尾，就要得到完全的拯救。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今日通过先知以西结伊的提醒，也是今仔日圣灵保惠师对全世界的提醒，就要谨慎祈祷，毋通倚靠这虚假的神明，搁较毋通倚靠这虚空虚的钱财。互阮当倚靠的是上帝的神，倚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拯救，互阮当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甲救恩，通进入上帝你所为阮为你的囝儿所准备丰盛的性命甲永远的国度。也愿上帝，互阮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，互阮伫大事小事拢会当对主来忠心，互阮一世人会当做你忠心的奴仆，谨慎听候陪伴耶稣基督的过来。安尼恳求甲祈祷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207首，上帝至权，我爱称赞。上帝之权，我爱称赞，常常乐乐出声，水龙过点，心心照亮，夸口我主的名。谦卑的人听其一项，为了伊做欢喜。那咱大家称赞上帝，伊名就高兴起。所行的事，我捌求主，伊拢甲我拄了。仰头看伊手伫福气，因为拄着见笑。那咱大家做主圣的，就敬畏伊的名。主有恩典，人若敬畏，就无欠过一件。驶行万遥，欠这天后，世界讨这空空。伊若做主，无欠好事，无米无欠半项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